迄地饥荒真大，因对埃及地带来的粮食食尽了，因老爸就对因讲：恁过去甲我打一寡粮来。犹大对伊讲：迄个人顿顿来告解阮，讲恁的兄弟若无甲恁同来，恁就不得见我的面。恁若打发阮的兄弟甲阮同去，阮就落去，甲你打粮。你若无打发伊去，阮就无落去，因为迄个人对阮讲：恁的兄弟若无甲恁同来，恁就不得见我的面了。以色列讲：恁为什么安尼害我？讲互迄个人，恁还阁有兄弟呢？因回答讲：迄个人详细问甲阮的亲属讲：恁的老爸还伫咧吗？恁还有兄弟吗？阮就按照伊所问的讲互伊。敢会知影伊会讲必须将你的兄弟带落来？犹大阁对伊老爸以色列讲：你打发童子甲我同去，阮就起身落去，好叫阮甲你并阮的妇人人囡仔拢会得存活，无得甲死。我为伊作保，你可以对我手中对讨。我若无带伊倒转来交伫你面前，我情愿永远担罪。阮嘛无耽误，如今第二届拢倒转来了。因的老爸以色列讲：若必须如此，恁就当安尼行，可以将即地土产中上好的乳香、蜂蜜、香料、木药、灰仔、杏仁，拢摕一寡收伫器具内，带落去送互迄个人做礼物。佮把手内加倍的带银两，并将规行伫恁落地仔内的银两犹原伫手内，迄或者是错了，也带着恁的兄弟起身去见迄个人。但愿全能的上帝，互恁伫迄个人的面前蒙怜悯，透放恁迄个兄弟甲便雅悯倒转来。我若丧失后生，就丧失了吧。安尼，因摕着迄个礼物，佮手内加倍的带银两，并且带着便雅悯起身落到埃及，徛伫约瑟面前。约瑟见便雅悯甲因同来，就对家宰讲：将这个人领到厝内，爱杀清生，以办宴席，因为向我这个人同我食饭。家宰就遵着约瑟的命令去行，领因入约瑟的厝内。因为被领到约瑟的厝内，就惊吓讲：领阮到遮尔来，必是因为偷变规行伫阮落地仔内银两，找阮的厝房下手害阮，强处阮为奴仆，抢夺阮的奴。因就挨紧约瑟的家宰伫厝门骹口，甲伊讲话，讲：我主啊，阮偷变落来，实在是要打粮。后来到了歇眠的地方，阮拍开落地仔，不料国人的银两分量足数，犹原伫国人的落地仔内。即马阮手内搁带货来了，另外搁带落来银两来打粮，毋知影先前谁甲银两放伫阮的落地仔内。家宰讲：恁可以放心，毋通惊吓，是恁的上帝甲恁的老爸的上帝赐予恁的财宝伫恁的落地仔内。恁的银两我早已经收了。伊就甲西敏带出来交互因。家宰就领因入约瑟的厝内，互因水洗骹，佮互因草料饲牛。因就预备迄礼物，等候约瑟向我来，因为因听着要伫遐里食饭。
约瑟来到厝内，因就甲手中的礼物摕入去厝内去，互伊，佮俯伏伫在地，向伊下拜。约瑟问因好，佮问恁的老爸就是恁所讲的迄个老人，甲平安吗？伊还佫伫咧吗？因回答讲：你仆人，阮的老爸平安，伊还佫伫咧。怎呢？因额头下拜。约瑟举目看见伊同母的兄弟便雅悯，就讲：恁向我所讲的迄个上细汉的兄弟，就是这位吗？佮讲：细汉囡仔，愿上帝赐恩互你。约瑟爱小弟的情发动了，就赶紧敲做可靠的基地，进入家己的厝内，靠了一场，洗了面出来，勉强引领吩咐人摆饭。因就为约瑟单摆了一席，为遐个人搁摆了一席。伊为甲约瑟同食饭的埃及人，另外搁摆了一席，因为埃及人不可甲希伯来人一同食饭，迄原是埃及人所厌恶的。约瑟互众兄弟伫伊面前摆列坐席，拢按照中庸的次序，众兄弟就彼此插议。约瑟甲伊面前的食物分出来，送互因，但便雅悯所得的比别人多5倍，因就饮酒甲约瑟一同宴乐。